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今个欢收看8月2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现在市面上因有鸡卵被验出杀hàng济污染，所以包括咱台南拢有。市府卫生局伫接到消息第一时间就前往查验无合格5间牧场，将2418公斤的鸡卵封存，并且持续追查鸡卵下游的流向。市府卫生局昨下暗伫咧接到行政院农委会通知2场检验出芬普尼残留的消息，第一时间就前往进行封查。伫咧信友牧场、西兴牧场、广福鸡场、锦湖牧场以及陈树珍牧场这5间的牧场，查封了2418斤的鸡卵，并持续追查下游鸡卵销往的所在。农委会通知我们台南市的动保处，就是芬普尼的检验报告呢。那台南市的部分有5家的一个畜牧场。验出来它的芬普尼是超过标准，那依法芬普尼是不得检出。那他们检出的量5家分别是从7.1ppb 到27.2的 ppb。那这个部分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在昨天7点就启动，会同我们的动保处、农业局一起到牧场去兵分多路，一起到牧场去封存。所有的有问题的鸡蛋，那总共呢，截至到晚间9点为止呢，我们封存了2418公斤。那另外的话呢，这些已经卖出去的鸡蛋呢，总共有5个下游。那5家下游里面，3家是在台南市，1家是在云林县，1家是在嘉义县。那这个部分的话，嘉义跟云林的部分，我们已经移给他们当地卫生局去处理。那台南市3家的部分呢，总共封存了928公斤的一个鸡蛋。那另外的话呢，高雄也有2个牧场的鸡蛋有卖到台南的下游，那我们也封存了33.4公斤的一个数量。也因为目前追查到有芬普尼残留的鸡卵，大部分拢流向传统市场。也互济来买菜的民众感觉真烦恼。平常时当卖偌济，一天卖偌济？会当卖5-6箱啦。今仔卖无2箱哦？卖无2箱，人嘛卖无1箱，昨嘛无，今早就无人买啊。卫生局也呼吁民众伫咧选买卵种前，应该爱先认明履历标章，查并清楚牧场的所在甲来源，安尼就当安心使用。台南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永华路人行道破空顶损坏，对用路人造成真大威胁，所以议员李文静上午也至干部局前往会勘，同时了解行道出问题，希望市府同时改善。永华路二段是淡市市府甲议会所在地，不过人行步道实施年久失修，行道树嘛生了无好，人行道上碰起来太路甲无种树的坑，造成路面无平。所以有市民向议员李文静投诉，25号上午，议员的带领干部局进行会勘。咱即马看到讲，亲像即个一寡设备设施吼旧啊即个柴拢歹啊，这毋定危险。嘛歹看啦吼，所以这政府爱赶紧来改善哦。搁再咱的这个行道树吼，你若像讲这中的这个行道树安尼，伊若大丛的时阵吼，这乔木爱规条道路安尼对头到尾看的，就是一个林荫大道嘛吼。亲像咱讲的外国的这个香榭大道、森林大道，吼所以咱永华路咱这条道路。除了这的景观步道设施破损不堪，我们要赶快来维护改善以外，咱嘛希望讲市政府呢，当甲咱的这的行道树，会当甲种这个本土的适合在地，会当安尼生长着很好、很茂盛的，安尼起来，咱这条永华路呢，咱趟去到一载金城嘛，趟去到港滨历史公园嘛，这个就会当成做咱的一条这个。台南市政府门面的这个名副其实的一个景观的
公园、深蓝的即款的一个道路吼，所以咱希望讲这要赶紧来做安尼。会中议员嘛讲到行道树问题，希望会当再种较大丛的树啊，互樱花路会当成为林荫大道。干木局对此嘛答应会尽速改善。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有一位青年陈伟强，虽然少年时家境无好，曾经受过社会福利团体协助，不过，在拍拼事业有成以后，为了回馈社会，特别号召朋友做伙开餐车来环岛义卖手工汉堡。为着要帮助各关切孤儿院，外边界会晓做有一技之长。一台环保义卖胖开发起人陈伟强是一名美食餐厅的头家，借着义卖汉堡来帮助孤儿院的小朋友。今年已经是第3档，这摆环岛来到台南，选伫万春街，将伫25号到27号来义卖。第4天才前往孤儿院做汉堡给囡仔食，并且教因实地操作。陈伟强表示，伊一生受到真侪人的斗相共，所以才希望伫家己有一点能力的时，用家己的方式来回馈社会。当初我会发起这个活动，是因为家里环境的问题，然后一路上面，我觉得就是社会都有在帮助我，求学过程中老师有帮助过我，甚至同学啊，对啊，然后只是后来我就去当兵，脱离了低收入户这个环境，因为小时候家里就低收入户。那等我去当兵，我去做职业军人，过了一段时间，我存到第一桶金，我就出来开店。对，那开店也不是一下子就很顺利啊。那这过程中也是受到人家的帮助，所以我才会一路就是想说，这一路下来，我觉得我有能力我就回馈。对，那当然是在最低潮的时候。我就想说出去走一走，然后我就写了一本企划书，这本企划书也得到了朋友、家人的认同，对，然后我就开始进行这活动。伊行动号召一群共理念的头家参与，并且引起各地网友注意，每一档暑假拢会对伊脚步卖汉堡做公益。虽然也无到开卖时间，但现场摆了真侪民众，大拢是认同陈伟强理念，希望贡献家己一份的心力来帮助更较侪小朋友。因为我们之前就有看到那个新闻啊，然后就想说带他们来一起来，就是帮助他们一下这样子。对，我想帮助其他的小朋友。我希望是说可以持续下去，可是总有一天我可能会想要，就是可能会有家庭，那我可能就不能常常在外面了。那我希望说，如果有年轻人有这个想法，我车子送给他我都没关系。对，因为这本来就不是我个人所有。对，我觉得这是让有心人去执行这个任务的。对，我想要延续下去。当站站结束以后，伊嘛将前往高雄，所以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把这3天的时间共同响应这个有意义的活动。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民进党其中参选人颜顺泽推出一款真有创意的新名片，顶头除了伊本人的小介以外，伫名片后表面也加入了体温的大片。只要放伫额头30秒内，就当让体温到正常，甚至了解到发烧，不止趣味，更有意义。这款名片正面看起来甲一般的名片拢同款，但只要掀到后壁面，就会当发现伊趣味的所在。这是台南市民进党市长初选参选人颜顺泽伊的竞选服务处所推出的创意名片，利用感应温度的方式，帮民众量体温。随时会当注意有发烧的状况发生无。我也知道说现在的水银的体温计已经不能卖了，那出门如果带个耳温枪很不方便哈，所以我们就团队就很巧妙的就把这个感温贴片哈，就把它做成名片式的，贴在这个地方哦。那这个要使用的时候，这个膜哈不用拆开，它可以重复使用1-2年。那如果你觉得戴在身上当名片使用，那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知道有没有发烧？把它贴在这个地方，在室外差不多5到10秒，在室内差不多10到15秒，就可以看它呈现在哪一边。如果你呈现的影像是在正常的话，它是个笑脸，就表示没有发烧。那如果在发烧这一方面，就表示它是哭脸，就表示它是有发烧。有发烧再给医师去看看到底量是几度。它使用非常方便。那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我们服务处来拿。小小一张名片，即马伫咧创意的卡数之下，佮增加了守护健康的功能佮意义，方便又佮实用。也欢迎民众前往延顺做竞选总部，会当免费领取。咱的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由教育部所主办的106年科技以下教学助业计划联合成果展览，8月26到27将伫新港3湾站中山店的13楼文化馆举行。更是来自屏东科技大学等全国38间的科技艺校以及3个区域的资源中心，拢将共同展出10档来教学品质成果。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人爱读册。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所推动的设计反转地方创新计划，今日咱市的白河毛参与，并且利用白河区火山、大德、内角、新安等系列特色，规划出一种实验性的商品，为地方文化加以创意。以创意、创新、创业、创新作为规划，拓展地方的产业资源。国家发展委员会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将地方的产业加入一股新的创意活力。其中，台南市的部分由白河的4个里、火山里、大德里、内角里、新安里，运用在地特色规划出4项不同款的创意新产品。负责指导的教授也向咱介绍其中一项红土咸卵。我们在案子的时候去找了餐厅的主厨，去找了中破塞的食物设计师来试吃，他们其实都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那个口味的差异。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子有过几次的大的转弯哦。我们刚开始觉得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是地方做的，可是我们在后期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强调这是地方做的，因为它出来的品质就是一个品质非常高的一个红蛋，所以我们在先前要以地方特色为主的包装，到最后我们把它转换成是一个非常注重品牌跟它的整体的品质意向的包装。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就算放在我们时尚的百货公司的进口的食物区里面，它都毫不逊色。借由包装，让白河的社区产业再升级，也希望借由这款的方式，让加侪少年人有兴趣亲历了解白河的地方文化。台湾新闻网号张伟忠采访报道。台湾近时人口世界排有吊顶，一寡都市的小朋友甚至高达9成拢近视，如果若无控制，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现代病院眼科医生特别提供散瞳剂加角膜塑形片等预防方法，提醒民众注意。新代病院眼科医师肖淑芳表示，儿童近视若是无控制，将有机会发展成高度近视；若是恶化，将引发黄斑部粗化，甚至增加视网膜剥离的机会。就算治疗视力，也有可能受损，来影响学习。对此，医师提出2种预防近视的方法，包括点散瞳剂甲配挂角膜塑形片，但2种分别有无同的优缺点，必须经过眼科医师评估，才当正确使用。在台湾散瞳剂的话，我们有3种可以3种浓度可以获取哈，分别是0.1、0.3、0.5。那家长会很好奇说，那散瞳剂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种浓度啊？那是因为不同浓度的散瞳剂的话，它的抑制的效果不一样。
当然是浓度越强它抑制的效果会越好。可是呢，相对而言，它的副作用也会越大。散瞳剂最大的副作用就是畏光。那畏光的话呢，会导致小朋友出门呢眼睛会眯眯的，会觉得刺眼，那也会常常造成说他不愿意点散瞳剂，那造成散瞳剂治疗失败的原因。所以通常遇到这样子我们觉得说需要开始点散瞳剂，小朋友我们会从低浓度的开始去做开始做治疗。那角膜塑形片的话，它的优点正好跟散瞳剂就完全相反。第一个，它不会畏光，它只要戴了那第二天早上小朋友就有一个很正常的视力，可以看得清楚。那第二个的话呢，他不用戴眼镜。一般点散瞳剂的小朋友，他还是要搭配眼镜。那对于一些好动的小朋友，常常会把眼镜毁损，甚至到弄破，家长会觉得很担心，会不会碎片擦到眼睛之类的。那角膜塑形片的话呢，小朋友不用戴眼镜就可以有很好的视力，这是它的优点。对，可是角膜塑形片它有它的缺点。最大的缺点的话就是怕感染，它跟一般隐形眼镜一样，它必须要清洗的非常非常的干净，不然就会有感染的风险。除了点散瞳剂甲配挂角膜塑形片以外，要有效近视，也是要有效控制用目睭的时间。医师建议一天看电视，或者是用3C 产品的时间，上好莫超过2点钟，而且每30分钟上好互目睭休困一下，这当有效控制近视度数加深。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原本繁华闹热的中国城，伫多年稀微以后，成为治安甲卫生的死角，所以市府当初进行中国城拆除，并且伫1806年6月27举办中国城广场甲汉路景观工程的动土，期待这个改造工程互中西区风华再现。台南30多年历史的老商场中国城，也是南台湾最繁华热闹的商圈之一，但却受到核心商圈转移及韩路地下街工程延宕，阻断了中正路商圈的连续性，造成客源严重流失，店家纷纷关门歇业，致使原本风光的中国城与地下街商场日渐没落。后期也连带影响了周边原有都市机能与商业发展。他以前那个广场有一个冰宫，有人溜冰，迄阵就是底下有玩家啊、闲啊，以前那边也不错呢，刚开始不错呢，刚开始那个中国城还有一阵子是不错的。那没落之后呢？没落之后，怎啊变成人拢无啊，地下街都没有人下去啊，暗嘛像刚那边。中国城没落多年来，成为治安和环境卫生的死角。经过市府不断与居民沟通，买回产权，展开都市重建，终于在105年12月进行拆除作业。历时8个月的建筑物拆除工程，终于在105年10月底完工。海安路位于昔日五条港地区。民国81年，当时市府期望透过地下街的建设模式，带动该区的商业发展。但施工期间，承包厂商因财务危机而不断易手，造成工程延迟。最终于民国92年完成路面工程，使街面层能够通车。建设合并后，终于在101年开放汽车停车格。于103年透过 ROT 委外经营，共开放全区932席汽车停车格位。而后在市府及商圈携手努力之下，接连办了许多活动，让原本没落的海安路因为艺术造街丰沛能量，摇身一变成全台老旧街区重生典范，重新找回失去的人潮。未来在我们的隔壁中正路的中国城这边有一个更漂亮的一个景观，那连接中国城到我们的海安路，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观光客。那我们海安路的店家也希望说，在这一次的一个施工，能让我们能更快的让海安路能蜕变成更受很多观光客欢迎的一个商圈。府城轴带地景改造计划的整体环境构想，连接了运河新钻计划，延伸本市运河水岸蓝带与海岸路绿带环廊结合，提升运河水岸可及性以及自然资源与文化的串联。
为了将中国城广场及海岸路景观彻底改善，市府于104年举办府城轴带地景改造国际竞图，透过国际优秀团队具创意及国际视野的地景改造提案，为中国城广场及海岸路地区的都市空间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原中国城坐落的广场用地以自然都市的概念改造。广场的设计运用水资源再利用手法，创造都市水环境，改善都市微气候，同时兼顾基地内外空间互动性与提升人行环境品质。而基地内可以保留的部分梁柱与墙壁已构，未来将与广场地景融合，新旧诠释中国城一段繁华时代故事。海岸路则是透过街道景观改善及步行空间营造的方式，整合地下停车场地面建造物及停车空间杂乱之问题，大量植栽形塑绿意人文艺术街。府城轴带之中国城广场及海岸路景观工程于106年6月27日举行动土大典，也象征府城轴带景观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咱的这个中国城，就是水与绿的生活空间呐。而海岸路的景观大道就是一条翡翠项链，7个4湖一款的观念吼。甲引来到伫个这个都市上闹热的这个所在，那么当然树啊吼，你更加唔免，更加袂使欠款吼。所以咱看起来简单讲，这个广场就是水与绿的生活空间。未来这个中国城呢，这个点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平面式的这个广场设计啊，它会让这个原来中正路啊一些商机延伸到运河啊。那运河未来我们观光旅游局啊也有一个运河游船的计划，会把它整合在一起啊。那这个广场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中间的这个大家过渡休闲散步然后来享受这个我们这个太阳日落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聚集的场所因为海岸路现在的地上还有很多的突出物两边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车道部分实际上是还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空间它整个工程的这个施作会包括40公尺的部分大概2侧人行道，中间的车道，还有中间的这个有一个绿带廊道部分它会结合我们现在有一些海岸路的突出就是所谓通风口电梯还有一些楼梯的出口部分做一个整个这个设计那原则上会用比较绿化的方式让这个整个海岸路的这个商机未来这个景观道路的设计把它展现出来透过中国城及海岸路地区景观改造工程，整体环境构想的落实，将为台南带来新气象，更渴望转型为国际化都市，愿景相当让人期待。现在赶快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有时乌阴，短暂阵雨，其他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记录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8月25日中嘉淡定新闻，咱再会。